大家好，歡迎嚟到 ACCAFA 嘅課程。今日我哋講嘅係 Topic 嘅一 Use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ir Information Needs。呢個 topic 係整個 FA 課程嘅基礎，因為你要明白點解我哋要做 accounting， 點解要有 accounting standards， 你先要知道係邊啲人用緊呢啲報告，佢哋想知咩？考試方面，呢個 topic 通常係3到5分，好快就揾到分。所以一定要掌握得好。呢個 topic 嘅標準係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2018年版本，難度係 Level 1，即係 FA 課程入面相對入門嘅概念。考試通常出3到5分，可能係2條 MCQ 或者1條 short question。唔好少睇呢啲分，因為識就係識，唔使計數，非常穩陣。好。我哋開始第一部分 Concept Overview。我哋要搞清楚究竟係邊啲人用緊財務報告，同埋佢哋各自想知咩資訊。諗下呢個問題：如果你係 HSBC， 而家決定要唔要借5000萬俾一間公司，你想睇咩資料？同一間公司嘅員工，佢哋又想知咩？其實每個人嘅關注點都唔同。但佢哋用嘅係同一份財務報告。呢一頁就係解釋點解我哋要有呢份報告，同埋背後嘅原理。第一點，財務報告係服務好多唔同類型嘅人，唔係淨係服務一個人。舉個例，一份上市公司嘅年報 ，HSBC 睇佢決定批唔批 loan， 你作為散戶睇佢決定買唔買股票，稅局睇佢評估稅款，員工睇佢判斷公司係咪穩定。同一份報告服務晒呢4類人。第二點，雖然大家都用同一份報告，但每一組用家嘅需求係唔同嘅。HSBC 作為銀行，最關心係公司有冇足夠現金流還款；股東最關心係公司有冇派息，股價升唔升；稅局最關心係公司申報嘅利潤係咪準確。所以唔能夠話一個答案 fit all。第三點 ，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Reports， 簡稱 GPFR， 即係通用財務報告。呢個概念係話，我哋唔可能每個用家出一份報告，所以出一份通用報告嚟滿足大部分人嘅共同需求。好似超市賣嘅標準裝飯盒，唔係每個人訂製，但大部分人都食到。第四點。Conceptual Framework 係 IASB 出嘅一份指引文件，佢明確定義咗邊啲人係 Primary Users， 即係主要用家。唔係所有用家都一樣重要。Framework 係有優先排序嘅，呢個係考試重點，遲啲我哋會詳細講。第五點，亦係最深層嘅一點，明白係邊啲人用財務報告，佢哋需要咩，你就明白點解 Accounting Standards 要咁設計。例如，點解要披露現金流？因為銀行要評估還款能力。點解要披露 EPS， 即係 Earnings per share？ 因為投資者要比較唔同公司嘅回報。Standards 嘅存在係有原因嘅，唔係 IASB 亂出嘅。好，我哋深入一層，講 Primary Users 同 Secondary Users 嘅分別。呢個係考試常考嘅分類。而且係有陷阱嘅，要小心。Primary users 即係主要用家，係3類人 ：investors 即係投資者 ；lenders 即係放貸人，例如銀行，同埋 other creditors 即係其他債權人。為咩佢哋係 primary users？ 因為呢3類人係向公司提供資源嘅人，佢哋投咗錢、借咗錢或者賒咗貨。所以佢哋最需要財務資訊嚟做決定。關鍵係第二點 ，primary users 係唔可以直接要求公司提供資料嘅。假設你係 Cathay Pacific 嘅小股東，你唔可以打電話去 Cathay 話喂，把你哋嘅管理賬目俾我睇下，佢哋唔會理你。所以你只能夠靠 GPFR， 即係佢哋公開發佈嘅財務報告，去做投資決定。正因為咁 ，primary users 必須依賴 GPFR 嚟做 economic decisions，即係經濟決策。例如，
買定唔買 Cathay 嘅股票，繼續持有定沽出，借唔借錢俾佢。呢啲都係 economic decisions， 而 GPFR 就係佢哋做決定嘅主要資訊來源。Secondary users 即係次要用家，包括員工、客戶、政府同公眾。舉個例，Cathay 嘅機艙服務員想知道公司財政係咪穩健，因為關係到佢哋嘅飯碗。政府統計處想知道航空業嘅收益趨勢，普通市民想知道 Cathay 僱用咗幾多本地員工。呢啲都係 secondary users 嘅需求。最後一點係考試陷阱，如果 primary users 同 secondary users 嘅需求有衝突， conceptual framework 明確話要優先滿足 primary users， 唔係話 secondary users 唔重要，係話喺設計 accounting standards 嘅時候，框架優先考慮 investors、lenders 同 creditors 嘅需求。記住呢個優先次序。而家我哋嚟睇幾個重要嘅定義，明白呢啲定義唔係死記，係要理解背後嘅原因。Primary users 投資者、放貸人同其他債權人，而且佢哋係唔可以直接向公司索取資料嘅。點解要定義呢個？因為 IASB 要決定為邊啲人制定準則，唔係所有人，係呢三類有資金風險嘅人優先。General Purpose Financial Reports 簡稱 GPFR， 中文係通用財務報告。呢份報告嘅特點係滿足一個廣泛用家群體嘅共同需求，而唔係專門為某一個特定用家度身訂造。好比一間餐廳嘅菜單係為大眾設計，唔係私人廚師。Economic decisions 即係經濟決策。具體嚟講係咩？係買入、賣出或持有股票，係決定借錢俾公司定係唔借，係決定繼續賒貨俾公司定係要求即時付款。呢啲都係 primary users 需要用財務資訊去作出嘅決定。Stewardship 中文係管家責任或受託責任，意思係管理層用咗股東嘅錢，佢哋有責任向股東交代錢係點用嘅，有冇善用資源。就好似你委託朋友幫你打理生意，你要知道佢係咪盡責咁做。財務報告嘅其中一個功能就係讓用家評估管理層有冇善盡呢個責任。Information asymmetry 即係資訊不對稱。呢個概念解釋咗點解需要 GPFR。管理層每日都喺公司度，佢哋知道所有內部資料，但外部投資者係唔知嘅。呢個資訊差距就係 information asymmetry。GPFR 嘅目的之一就係縮窄呢個差距，讓外部用家有足夠資訊做決定。呢一段係直接引用 Conceptual Framework Chapter 1嘅原文，我唔會逐字讀，但你要記住核心信息。GPFR 嘅目標係提供資訊俾 existing and potential investors、lenders 同 other creditors，幫助佢哋做關於提供資源俾公司嘅決定。注意係 existing and potential， 即係現有同潛在嘅投資者都包括在內。考試如果問 primary users 係邊啲人，你要寫埋 potential， 唔好只寫 existing。Framework 仲補充咗兩樣嘢。第一， primary users 需要了解公司嘅 economic resources，即係公司有咩資產、有咩債務，以及呢啲資源嘅變化。第二，佢哋需要評估管理層有冇善盡 stewardship responsibilities， 即係受託責任。換句話說， GPFR 有兩個功能，一係幫用家預測未來，二係幫用家評估管理層過去嘅表現。兩者缺一不可，考試要兩樣都講到。而家我哋講5個 core principles， 即係核心原則。呢5個原則係將 framework 嘅精神具體化，明白佢哋，你就真正理解點解 accounting 係咁設計。第一個原則係 primary user primacy， 即係主要用家優先。GPFR 係為投資者、放貸人同債權人而設，唔係為管理層或者監管機構而設。原因係管理層有內部賬目，
監管機構有權要求特定資料，佢哋唔需要靠 GPFR， 所以 GPFR 優先服務嗰班靠佢做決定嘅外部人士。第二個原則係 Common Information Needs， 即係共同資訊需求。GPFR 係針對所有 primary users 嘅共同需求，唔係每一個人嘅每一個需求。好似 MTR 嘅班次時間表係為所有乘客設計，唔係為某一個人。如果你需要更具體嘅資料，例如銀行想要詳細現金流預測，就要另外索取。第三個原則係 Resource Allocation Focus， 即係資源分配焦點。所有 primary users 最終都係要評估公司未來能唔能夠產生 net cash inflows， 即係淨現金流入。點解？因為淨現金流入先係股息、還款、信貸的根本來源。舉個例， HSBC 借錢俾一間公司，最根本係想知道呢間公司有冇足夠現金流將來還俾佢。第四個原則係 Stewardship Assessment。用家唔單止想預測未來，仲想評估管理層過去係點樣管理公司資源嘅。舉個例，如果一間公司嘅 CEO 用咗大量資金做咗一個蝕本嘅收購，股東係有權知道嘅，而且要透過財務報告睇到呢個結果。呢個就係 Stewardship 嘅功能。第五個原則係 Decision Usefulness， 即係決策有用性。呢個係最根本嘅原則，財務資訊必須要有用，即係要令用家做到更好嘅決定。點樣先算有用？係指資訊能夠幫助用家評估過去、現在或者未來嘅事件。如果一個資訊唔影響任何決定，就算有都冇用。呢個原則係之後講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嘅基礎。而家我哋具體睇每類 primary user 究竟需要咩資訊，唔好死背，要理解背後邏輯。投資者最關心嘅係兩樣嘢，股息同埋股價升值。舉個例，你買咗1萬元嘅 HSBC 股票，你想知道佢今年每股派幾多息，同埋股價有冇升值空間。要評估呢兩樣嘢，你就要睇公司嘅盈利能力、管理層表現同埋未來增長潛力。放貸人，即係銀行或者債券持有人，最關心係公司有冇能力還款。具體嚟講，係有冇足夠嘅現金流去支付利息，同埋到期時有冇能力還清本金。所以佢哋特別關注 liquidity， 即係流動性，同埋 solvency， 即係償債能力。例如，渣打銀行批出一筆5000萬嘅貸款之前，一定會詳細審閱公司嘅 Statement of Cash Flows， 即係現金流量表。投資者做嘅核心 economic decisions 就係 buy、sell 或者 hold， 即係買入、賣出或持有股票。舉個例，你睇到一間公司連續3年盈利下滑，你可能會決定賣出；如果盈利穩定增長，你可能決定繼續持有甚至加倉。呢啲都係 economic decisions， 而財務報告就係做呢啲決定嘅主要依據。放貸人嘅核心問題只有一個：呢間公司係咪會準時還錢俾我？唔係話公司賺唔賺錢咁簡單。一間公司可以喺 Statement of Profit or Loss 顯示有盈利，但如果現金流唔好，都係還唔到款。所以放貸人特別關心現金流，而唔係只係盈利數字。投資者同放貸人有一個共同點，佢哋都需要評估公司未來能否產生足夠嘅 net cash inflows， 即係淨現金流入。因為股息要靠現金流派，利息要靠現金流付，本金要靠現金流還。所以 future net cash inflows 係評估公司對 primary users 嘅吸引力嘅最終指標。而家講 secondary users， 即係次要用家，佢哋都係重要嘅，只係喺 conceptual framework 入面嘅優先級係較低。員工關心嘅係自己嘅飯碗同福利。例如，你係 Cathay Pacific 嘅機師，你想知道公司財政係咪穩健，因為影響你嘅工作穩定性、薪酬調整、
甚至係退休金唔能夠兌現。如果公司快要破產，你要早啲揾後路。政府有幾個原因要睇財務報告。稅局要用公司嘅盈利數字去計算應繳稅款，統計處要收集行業數據做經濟分析，勞工處可能關心就業情況。但注意，稅局係用稅務法例去計稅，唔係直接用 IFRS 下嘅利潤數字，所以有時會有調整。客戶關心嘅係公司能否持續營運，確保長期供應。例如，你係一間餐廳，你嘅食材全部都係由一間供應商提供嘅。如果呢間供應商快要倒閉，你就要馬上揾新供應商，影響你整個生意。所以客戶需要知道公司係咪財政穩健，能否長期提供服務。呢個就係所謂嘅 going concern， 即係持續經營嘅重要性。公眾，即係社區居民或者普通市民，可能關心一間大公司係咪為本地帶嚟就業機會，有冇貢獻本地經濟。例如，一間大型零售商喺香港擴張，本地社區可能關心佢嘅財政能否支持長期發展，因為影響本地就業。呢個係非常重要嘅考試要點，政府係可以直接要求公司提供特定資料嘅，例如稅局可以進行稅務審查，索取更詳細嘅記錄。所以政府並唔完全依賴 GPFR。相反，投資者同銀行係冇呢個權力嘅，佢哋只能靠公開嘅 GPFR。呢個係區分 primary users 同 secondary users 嘅另一個維度。而家我哋講 common pitfalls， 即係常見錯誤。呢啲係考試入面同學最容易犯嘅錯，我哋逐一拆解。第一個陷阱，好多同學以為管理層係 primary users， 大錯特錯。管理層係 preparers， 即係報告嘅製作者，唔係 users。佢哋每日都有公司嘅內部管理賬目，知道所有細節，根本唔需要靠 GPFR。考試如果你寫 management 係 primary user， 一定係錯嘅。第二個陷阱，誤以為所有用家係同等重要嘅。Conceptual framework 係有清晰嘅層次嘅 ，primary users 優先，secondary users 其次。如果兩者嘅需求有衝突， framework 係優先滿足 primary users 嘅需求嚟設計準則。呢個層次喺考試入面係要識講出嚟嘅。第三個陷阱，答 short questions 嘅時候，同學只係寫投資者需要知道公司嘅利潤，但唔解釋點解。呢樣係唔夠嘅。你要話投資者需要知道利潤趨勢，係因為要評估公司派息能力同股價升值潛力。要具體，要講出壞。第四個陷阱，忘記講 stewardship。好多同學只知道 GPFR 係用嚟預測未來嘅，但其實 GPFR 有兩個功能，一係幫用家預測未來現金流，二係評估管理層嘅 stewardship。即係管理層係咪善用咗公司資源，兩樣都要提，唔好淨係講一樣。第五個陷阱，忘記提 information asymmetry， 即係資訊不對稱。Primary users 之所以係 primary， 正係因為佢哋係唔可以直接索取公司資料嘅。呢個唔可以直接拎到資料嘅特點，係定義佢哋係 primary users 嘅核心原因。考試答題時提到呢點係加分位，我哋嚟做個快速總結，確保核心要點你都記得晒。Primary users 係三類人 ：investors、lenders 同 other creditors。佢哋嘅共同特點係唔可以直接向公司索取資料，所以必須依賴 GPFR。呢個定義係考試必答嘅，要背到滾瓜爛熟。GPFR 係針對用家嘅共同需求，唔係每一個人嘅每一個特定需求。換句話說，唔係話 GPFR 係完美嘅，能滿足所有人所有需求。用家往往需要配合其他資料來源，例如行業報告、管理層評論等等，先可以做出全面嘅決定。GPFR 有兩個功能，唔好忘記任何一個。
第一係 predictive function， 幫用家預測未來現金流；第二係 stewardship function， 幫用家評估管理層有冇善用公司資源。兩者都係考試可以考到嘅點。如果有衝突， conceptual framework 係優先 primary users 嘅。呢個唔代表 secondary users 唔重要，只係喺制定準則嘅時候， framework 嘅方向係以 primary users 嘅需求為主。最後一點，亦係同學容易忽略嘅， GPFR 並唔係完整嘅資訊來源。用家永遠都需要配合其他資料先可以做到全面嘅決定。呢個係 conceptual framework 本身都承認嘅限制。考試如果問到 GPFR 嘅限制，呢點係必答。好， concept overview 部分完成咗，而家我哋進入第二部分 practice questions。有5條 MCQ 同2條 short form questions。做完呢啲題目，你就會知道自己真係掌握咗幾多。睇下呢條 MCQ 第一題，問嘅係哪一類用家最關心公司還款能力？留意關鍵詞係 most interested 同 ability to repay loans。呢兩個詞已經指向咗一個非常具體嘅用家群體。諗下，邊類人嘅生計係直接取決於公司能唔能夠還款？ Option A 係 customers。學生可能覺得客戶關心公司嘅財政，但客戶關心嘅係公司繼續提供服務，唔係還款能力。Option B 係 lenders。呢個係最直接嘅答案，因為放貸人最根本嘅關注就係還唔還到錢俾我。Option C 係 employees， 員工關心嘅係工作穩定同薪酬，唔係公司還款。Option D 係 government statistical agencies， 統計機構關心嘅係行業數據，唔係個別公司嘅還款能力。答案係 B lenders。原因非常直接，放貸人，例如銀行或債券持有人，佢哋提供咗資金，所以佢哋最核心嘅關注就係公司能唔能夠準時還本金同付利息。佢哋睇嘅係 liquidity ratio， 即係流動比率，同埋 interest cover， 即係利息覆蓋倍數。為咩其他三個錯？ Customers 關心係供應穩定，唔係 loan repayment。Employees 關心係飯碗，唔係公司債務。Government statistical agencies 收集數據係為政策用途，跟公司還款能力冇直接關係。常見錯誤係揀 D，因為政府聽落好像好全面，但統計機構唔係借錢俾公司嘅，佢哋嘅關注點完全唔同。第二題問嘅係邊一個係 external user， 即係外部用家。留意關鍵詞係 external， 即係喺公司以外，冇直接接觸公司內部資料嘅人。你要問自己，呢個人係唔係喺公司度返工，係唔係有辦法拎到內部管理賬目？ Option A 係 board of directors， 即係董事局。佢哋係公司最高管理層，係完完全全嘅內部人士。Option B 係 internal audit team， 內部審計團隊係公司員工，係內部用家。Option C 係 prospective shareholder， 即係潛在投資者，佢係喺公司以外考慮買入股票嘅人，係典型嘅外部用家。Option D 係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即係財務總監，係公司高管，係內部用家。陷阱係 A， 好多同學以為董事係股東代表，所以係外部，但佢哋實際上係管理公司嘅內部人士。答案係 C，prospective shareholder。佢係一個考慮買入股票嘅外部人士，佢唔係公司員工，唔可以拎到公司嘅內部管理賬目，只能依靠公開嘅 GPFR 做投資決定。呢個完全符合 external user 嘅定義。其他三個全部都係 internal users。董事局、內部審計團隊同財務總監都係喺公司內部工作，有直接接觸管理賬目嘅渠道，所以佢哋唔需要靠公開嘅 GPFR。記住， internal users 有 internal access，external users 只能靠 GPFR。呢個係分類嘅核心邏輯。
第三題直接問你 GPFR 嘅 primary objective， 即係主要目標。呢條題目其實係考你係咪記得 conceptual framework 嘅官方說法。關鍵詞係 primary objective 同 under the ISB conceptual framework， 即係要用 framework 嘅角度回答，唔係你自己嘅理解。Option A 話係服務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local community， 聽落好全面，但係錯，因為 framework 唔係話要服務所有人，係有優先次序嘅。Option B 係最接近 framework 原文嘅答案，提到 existing and potential investors、lenders 同 other creditors， 仲提到 making decisions about providing resources， 呢個係關鍵詞。Option C 話係為稅局服務，稅局用稅務法例，唔係 IFRS， 所以係錯。Option D 話係為 management 服務，管理層係 preparers， 唔係 primary users， 所以係錯。答案係 B， 呢個答案幾乎係 Conceptual Framework Chapter 1嘅原文。特別要注意兩個字，係 existing and potential， 即係現有嘅同潛在嘅投資者都係 primary users。好多同學答題時會漏咗 potential， 呢個係丟分位。你錯，因為太廣， local community 唔係 primary users。C 錯係因為稅局係用自己嘅法例，唔係靠 GPFR， 而且 IFRS 嘅利潤同稅務利潤通常係唔同嘅。D 錯係因為管理層係 preparers， 唔係 primary users， 呢個係最常見嘅考試陷阱。記住 ，management prepares， primary users use。第四題係揀兩個答案嘅題型，問投資者最重要嘅資訊需求係咩？留意係 to 同 most important。你要識得西走唔係核心嘅選項。諗下，如果你要買入一隻股票，你最根本想知道係咩？睇4個 items： 1. 公司交咗幾多稅，呢個對投資者係次要資訊，唔係最核心嘅。2. 預期回報，即係股息同資本增值，呢個係投資者最直接嘅關注，因為佢哋投資就係為咗回報。3. 投資風險，回報要配合風險先睇得出值唔值得投資，所以風險係必須考慮嘅。4. 董事姓名，呢個係 governance 披露，對財務決定影響最低。陷阱係揀1，因為稅款好似係財務資料，但係唔係投資者最核心嘅關注。答案係 C2 同3，即係 return 同 risk。投資者做任何投資決定，都係基於兩個核心問題：我嘅回報係幾多？我要承受嘅風險係幾多？呢兩者係不可分割嘅。高回報可能伴隨高風險，投資者要自己判斷係咪值得。1. 公司交咗幾多稅，係公司嘅稅務負擔，對投資者有少少參考作用，但唔係最核心嘅。4. 董事姓名係 disclosure， 係 governance 嘅問題，唔係財務決定嘅核心因素。記住，投資者嘅核心邏輯係 return versus risk， 永遠係呢兩樣。第5題問嘅係關於 GPFR 嘅哪一個陳述係正確嘅？留意關鍵詞係 correct， 係揀最準確嘅陳述，唔係揀最吸引嘅答案。你要將每個選項對照反 conceptual framework 嘅內容去判斷。Option A 話 GPFR 係用嚟顯示公司嘅價值，聽落好合理，但係錯。GPFR 係顯示歷史交易嘅財務狀況同表現，唔係公司嘅市場價值，因為市場價值係取決於未來現金流同市場情緒，唔係 historical cost。Option B 話 GPFR 主要服務管理層，係錯。管理層係 preparers。Option C 話 GPFR 提供用家需要嘅所有資訊，係錯。Framework 本身都承認 GPFR 有限制，用家需要配合其他資料。Option D 話 GPFR 提供有用資訊俾外部用家做資源分配決定，呢個係最準確嘅陳述。答案係 D。呢個選項精確地反映咗 conceptual framework 嘅目標。提供有用資訊俾一系列外部用家，幫助佢哋做關於向公司提供資源嘅決定。
為咩其他三個係錯？A 錯係因為 GPFR 係基於 historical transactions， 唔係市場估值 ，company valuation 係要另外做嘅。B 錯係因為管理層係 preparers， 佢哋有內部賬目。C 錯係最重要嘅 conceptual framework， 自己都話 GPFR 係唔能夠提供用家需要嘅所有資訊，用家需要配合其他資料來源。所以如果考試問 GPFR 嘅限制，記住呢點係必答嘅。呢條係 short question 第一題，係應用型題目，用 Bayswater Code 作為情景。有5個唔同嘅 party 要求資料：銀行、員工、稅局、投資者同工會。Part A 要你為每一個 party 識別最相關嘅財務資訊或比率。Part B 要你解釋點解 GPFR 係唔能夠完全滿足任何一個 party 嘅需求。留意，唔好只係寫投資者要睇盈利，要講到具體嘅比率或者資訊項目，同埋解釋點解。Part A 每個 party 嘅答法：一 Hadrian Bank 最關心係 gearing ratio 同 interest cover， 因為要評估公司還款能力。二 Maria 作為員工，最關心係 operating profit trend， 反映公司長期穩健，能夠持續支付薪酬。三稅局最關心係 profit before tax 同 corporation tax expense 以及 deferred tax disclosure。四 Caleb 作為投資者，最關心係 EPS， 即係 earnings per share， 或者 ROS， 即係 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d， 或者 dividend per share。五工會最關心係 operating profit 相對員工薪酬嘅比例，以及 directors remuneration， 用嚟比較薪酬公平性。Part B GPFR 係歷史性、匯總性嘅資料，每個 party 都需要更具體嘅資訊。例如銀行需要未來現金流預測，稅局需要稅務法例基礎嘅計算，工會需要按部門分裂嘅薪酬數據。GPFR 唔能夠單獨滿足呢啲需求。答案如下。Part A 一 Hadrian Bank gearing ratio 或 interest cover 反映公司能否承擔更多債務。二 Maria 員工 operating profit trend 或 retained earnings 反映公司財政穩定性。三稅局 profit before tax 或 corporation tax expense 同 deferred tax。四 Caleb 投資者 EPS ROS 或 dividend per share。五工會 operating profit 相對薪酬水平或 directors remuneration disclosure 作比較。記住 earnings per share 係縮寫 EPS，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d 係縮寫 ROS。Part B GPFR 係匯總嘅歷史資料，係顯示已發生嘅事，而唔係預測未來。每個用家都有特定需求係 GPFR 無法完全滿足嘅，銀行需要前瞻性嘅現金流預測，稅局需要按稅務法例計算嘅利潤，唔係 IFRS 利潤，工會需要按部門分裂嘅勞工成本數據。所以所有用家都需要配合其他資料來源先可以做出完整嘅決定。呢點係考試常考嘅，記住 GPFR 有限制係 framework 自己都承認嘅。最後係 short question 第二題 True or false 題型，共有6個陳述。Part A 要你判斷每個係 true 定係 false。Part B 要你解釋每個 false 嘅陳述錯喺邊度。記住 True or false 題型好常見，而且解釋 false 嘅部分往往係拎分嘅關鍵，唔好只係寫 false 冇解釋。Part A 答案一 false。財務報告唔係用嚟估值公司嘅。二 True 放貸人關心貸款安全同利息支付能力。三 False 員工係 users， 只係唔係 primary users。四 True 貿易應付賬款，即係 trade payables， 確實係關心公司嘅流動性，因為佢哋是債權人，關心公司能否付款。五 False GPFR 唔能夠提供所有資訊。六 True Framework 清楚列明 investors、lenders 同 other creditors 係 primary users。Part B 解釋 false 嘅陳述一，財務報告係基於歷史交易，
顯示嘅係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即係 SOFP 同盈利表現，唔係公司嘅市場價值或者估值。市場估值需要未來現金流預測同市場因素。3. 員工係被 Conceptual Framework 認可為用家，只係唔係 Primary Users， 佢哋係 Secondary Users， 所以唔係話唔係 Users。5. Framework 明確指出 GPFR 唔能夠提供用家需要嘅所有資訊，用家必須配合其他資料來源。好，Topic 嘅一完成晒。我哋今日涵蓋咗3個最核心嘅要點。第一， Primary Users 係 Investors、Lenders 同 Other Creditors， 佢哋唔可以直接向公司索取資料，所以依賴 GPFR。第二， GPFR 有2個功能， Predictive Function 幫用家預測未來， Stewardship Function 幫用家評估管理層表現。第三， GPFR 有限制，唔能夠滿足所有人所有需求，用家需要配合其他資料來源。下一個 topic 係2，我哋會繼續深入 Conceptual Framework， 講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即係財務資訊嘅質量特性。準備好就繼續。No narration generated for this slide.